歡迎大家收睇 DWQ 賽馬頻道，同大家回顧翻11月26日星期三嘅谷草賽事。響我哋嘅會員專屬策略入面，成功命中第一場21倍嘅有型勇士，以及第三場26倍嘅細水長流。其中第三場嘅二重彩策略成功命中，派1671蚊。多謝咁多位會員嘅支持。而響死火馬環節，我哋嘅會員亦都成功避開第7場5號嘅盈妙星。跟住講講上次賽事嘅跟進馬，就係第9場嘅10號粵港之駒。呢匹馬係一隻來自澳洲嘅自購馬，來港前響澳洲麥昆尼港馬場輕鬆勝出一場1001米賽事。雖然麥昆尼港馬場只係澳洲新南威爾斯州嘅鄉鎮馬場，賽事水準唔高，但係訓練佢嘅係當地頗有名氣嘅練馬師李善，相信來港前功夫做得幾足夠。而家係由科學練馬師尤達榮主理，剛將跑3班谷草1002米，排外檔，採取全程跟馬尾策略，直路移入內檔，走入馬群中間收慢，試馬味道甚濃，估計佢下場都會跑翻1002至1004米，目標係150萬嘅自購層出賽馬匹特別獎金。下一次賽事將會係嚟緊星期日11月30日響沙田馬場舉行，有8草2泥嘅賽事，同場加映一場海外一級賽日本杯。如果想知道我哋有咩心水，記得留言、點讚同分享，留意住我哋嘅提供。DWQ 賽馬頻道已經設立會員區，將於每個香港賽日提供投注策略，每個月只需50蚊。仲等？即刻撳加入我哋，收聽我哋嘅獨家猛料啦！